台語字真趣味，鄉親啊，今仔日來看這幾個離咱的日常生活常常用到、講到的成語，台語安怎寫、安怎講？此起彼落，台語講念伊遮、念伊遐。傳統市場人潮槓槓滾，話袂聲念伊遮、念伊遐，充滿人情味。當務之急，台語講上要緊的代誌。即擺上要緊的代誌，就是趕緊找到人，甲代誌務好清楚。六根不淨，台語講食菜食甲肚臍為界，伊就是食菜食甲肚臍為界，嘴念阿彌陀佛，私底下是沙咧烏白佛。古時陽間，台語講飼鳥鼠咬布袋，你安尼做，就是飼鳥鼠咬布袋，到時陣愛家己承擔後果。朝不保夕，台語講早頓食了，毋知暗頓跌倒。若是去相戰，就是老百姓上可憐。早頓食了，毋知暗頓跌倒，大家過着驚狂的日子。今仔日的台語字，咱講食的實在是真趣味。